係啦，話好明完咧，第23場賽事就已經開始咗㗎啦。只要我聽見鼓聲大響得好急促啊，獎品亦都好快。有第2線嘅，我哋由第2線起嘅有譚新龍啦，第3線嘅長興龍啦，第4線係勝利之友，第5線咧就同志龍嘅。望出咧，似乎5線咧就大咗少少喎，而3線咧就上緊啦。4線推緊上嚟追得好快㗎，4線咧就係勝利之友嘅嚇。咁1線咧大潭都譚新龍咧，依家咧4手龍舟咧已經停咗鼓啦，啲健兒咧就無氣再上嘅。阿和哥交俾你哋。似乎去咗半嘅時候咧，就長青龍鬥緊香港仔龍二龍啊，帶出少少係長青龍。第4、第5線嘅香港仔龍二龍咧，亦都輸蝕嘅。第4線嘅勝利之後體育會咧，亦都而家係起鼓啦，一路追緊落嚟，打咗出嚟咧係長青龍，而家係香港仔龍二龍咧追到長青龍啦。係大南督譚新龍嘅長青龍似乎係帶咗出嚟，一追緊係香港仔龍二龍，香港仔龍二龍衝上嚟係好勁好勁嘅，睇追唔追得過長青龍啦？香港仔龍二龍、長青龍一齊衝過，呢度就睇落去咧就分唔到啦，要睇上邊個電眼啦。好辛苦晒各位健兒啊，唔該晒。